台湾手表天坛推动清寒讲座合金，举办到现在已经31档，关注的金额超过1.2亿。2月6号上午举办114年清寒讲座合金的颁发典礼，包括市府教育局副局长杨志祥、民政局主秘杨雅玲，以及多位的民意代表、助理拢到场出席，肯定这项有意义的活动。要代表这个市长来谢谢台湾手庙天坛，每年已经做了连续31年这样子的颁发奖学金。那今年的学校将近120所，学生有将近1000个人能够受奖了吼。那颁发的奖学金也将近快500万。那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台湾手庙天坛这个香火鼎盛。那能够把信徒的这一个所有的捐献的爱心做最好的社会的公益，那我相信这个对我们全市的学校来讲的孩子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。会中天坛董事会副董事长左永聪表示，每年清寒的讲座合金大约颁发400-500万，未来希望会用扩展到整个大台南，透过市府的帮忙，发掘更加多需要帮助的对象。天坛办这个已经有超过31年了。那这每年中间都是大概有400万至500万的奖学金给学生。那今年呢，以后呢，我们也预计把这个扩充到比较大台南比较大台南的地方，比较有乡村的地方，扩大这个范围。我们也请市政府给我们大家一起帮忙，找出需要帮忙的对象。那以后呢，就是我们把这个信众的爱心捐给。帮忙一些需要的学校。除了清寒讲座合金，另外庙方还佮捐赠60万，予市府教育局作为统筹急难救助来使用。今年受奖的总共有117间学校，913名学生来获奖。上午伫个天坛的庙埕，有着各校的代表一一来接受表扬颁奖。台南新闻李仁根采访报道。